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有着无数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，天下第二的王仙芝、朴实的马夫老黄等等，作品有很多精彩的地方，同样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的6大遗憾。第一个，轩辕敬城身死。作为第一个登场的陆地神仙，轩辕敬城这个读书人给粉丝留下的印象很深刻。作为一个书呆子，为了一个不爱他的女子困守一隅20年，空有惊天伟地之才的他，本有机会在庙堂施展自己的抱负，却因这个女子在灰山隐忍了20年，被认为读书没用的他，硬生生的读出来一个天象镜，甚至再给他5年时间，读出个儒圣也是很有可能的。可惜终究还是差了这5年的时间。在轩辕大盘将魔爪伸向轩辕清风时，这位隐忍了20年的懦弱儒生终于爆发了。大雪坪一战，请老祖赴死，轩辕敬城昙花一现，进入那陆地神仙境界，就此灰飞烟灭。第二个，老黄战死武帝城。老常出场的时候是一个邋遢的马夫，陪着世子殿下进行了那3年6千里的游历。3年的时间当中，老黄悟出了自己的第9剑，取名为剑9 6千里。为了取回当年在武帝城上的黄炉剑，也为了能够让世子进入江湖，老黄以自己的命为拜帖，迎徐凤年入江湖。在武帝城再战王仙芝的他，使出了浑身解数，用出了自己最强的一招剑9 6千里，击碎了王仙芝的袖袍。之后的老黄筋脉寸断，力竭战死，坐在了武帝城头，眺望着北凉的方向，说出那句给少爷上酒的话后，便再无声息。老黄的死可以说是最让人遗憾的一件事了。用命迎接徐凤年进入江湖的他，却没能看到徐凤年无敌于天下的样子。《雪中悍刀行》原著当中6大遗憾。第3个，温华折剑出江湖。作为徐凤年第一次游历江湖结识的生死兄弟，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了，一起偷鸡摸狗，一起调戏小姑娘，还一起被追杀过。在温华的心中，一直想在江湖当中闯出名头，之后便请自己的好兄弟徐凤年吃了一顿酱牛肉。挎着一柄木剑的他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武林高手，但他的天赋却十分出色。黄三甲传了他2剑，他便能和唐西剑仙打成平手，在京城创下温不胜的名号。如果他一直练下去的话，或许会成为徐凤年一样的大宗师。只不过在黄三甲让他去刺杀徐凤年的时候，这位才出江湖便名动天下的剑客自断一臂一腿，将黄三甲的教导之恩还给了他。随后折断了那柄视作至宝的木剑，以最决绝的姿态退出了江湖，成为了粉丝心中永远的遗憾。第4个，陈之豹的身份。陈之豹绝对是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最神秘、最让人摸不透的人物了。作为北凉军中声望仅次于徐骁的人物，陈之豹不争不抢就能获得所有人的支持，他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继承北凉王位置的人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陈之豹也确实是比徐凤年更适合当北凉王。如果让他当上北凉王的话，北凉铁骑踏破北莽，灭掉黎阳王朝都是没问题的。只不过徐骁不想陈之豹成为第2个自己，也不想天下再次大乱。如果陈之豹继位北凉王的话，他绝对会为自己的一母吴素复仇，灭掉黎阳王朝，中原的百姓也将再次陷入战火当中。徐骁曾说过，吴素给徐凤年留下的死士还有最后一个，这个死士会是徐凤年最后的退路。不过徐凤年没能用到这个退路，因此不少人就猜测呀，陈之豹就是那最后一个死士。毕竟当时的北凉如果战败的话，西撤就是最好的退路，而陈之豹正是当时西蜀的王。两莽大战结束后，陈之豹就失踪了，他到底是不是死士也成了谜。关于他的立场和身份没能揭晓，也是不少粉丝的遗憾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有着无数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，作品有着很多精彩的地方，同样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留下了哪些遗憾。第5个，李淳罡身死。李淳罡作为原著当中最有魅力的人物之一，他的剑道天赋直追原著天花板吕祖。30岁的时候，李淳罡无敌于江湖，是那一代江湖中最潇洒自如的人，轻身正剑踏广陵，更是引领了一个江湖学剑的风潮。只可惜因为绿袍儿的死，李淳罡心境大跌，论道之战败给了齐宣真后，又被随邪谷互换了一臂，境界直接跌到了至玄境。对自己的剑道产生怀疑后，李淳罡画地为牢20年，直到一甲子后，才和徐凤年一起再游江湖。大雪坪重回陆地神仙境后，李淳罡再战王仙之后惜败，广陵江一剑破甲2600，进入天人境后，李淳罡留下暗伤，不久后便去世了。随着李淳罡的去世，整个江湖仿佛都老去了。如果他当初没有跌境的话，
又会强成什么样呢？第6个，北凉30万铁骑战死。整部书中最让人遗憾的大概就是北凉铁骑了。在最后和北莽的大战当中，徐凤年为了守护天下的太平，选择和北莽决一死战。这一战北凉惨胜，30万铁骑死伤殆尽，空留清凉山后30万墓碑。如果徐凤年不和北莽死磕，而是合作一起攻打黎阳的话，或许北凉铁骑不会是这个结局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对于雪中还有哪些遗憾呢？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